师傅，你干嘛呢？一条小蛇。这大早晨的，让人睡了。让老毕夹个菜。这么小一条蛇，还不够我一人塞牙缝的呢。老毕好像1个小时之前就出去了，也不知道干嘛去了。起床号还有5分钟，赶紧起来洗漱，准备点名。你们吃饱了，该起床了。昨天晚上新发的安利康，今天晚上记得吃啊。不会吧，班长，又是安利康，我实在受不了了。受不了也得受，就算营长吃了那也得吐，总比得了疟疾强。如果真得了疟疾，可没人照顾你们啊！赶紧吃，吃完吃早饭。牧羊，咱们这是发电机发电，我觉得这些小东西吃的电估计比咱们人都多。那可不是，不过我告诉你啊，等真派上用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了。营长，哎，建成，营长，来，坐。营长，你不会又在这睡了一晚吧？你这可不行啊，长期下来会生病的。听见了吗？咱们教导员老胡啊，起得比我早，练得比我多，那身体素质也比我强。我听说教导员是从连长直接升到营级的，是这样吗？那可不，你想想啊，能把聂风那样的混小子教出来，那是吹的吗？啊，对了，我从国内来的时候啊，说让执行维和任务，政委就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当时就说了一句，把胡正峰调过来，给我当教导员。老胡啊，回来一下。什么事儿啊？陪我去食堂看看。啊，行，那你也等我换身衣服啊。完了我去找你啊。这眼瞅着中秋节快到了，这思想工作还是得做呀。你说的对，半年时间，正好是身体和心理的疲劳期。是啊，肯定都想家。营长，教导员，哎，建成，营长，我问你个事儿。聂风这小子跟你联系了吗？他最近忙什么呢？我给他发信息都不回啊。聂风执行任务呢。目标车辆已锁定，20分钟后展开行动。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了萨罗，我们的人为了找他已经花了2个月。我去解决他们。这个人不是萨罗，这是他的小弟艾坤。昨天晚上我接到线报，说萨罗和艾坤要见面，等一会儿就有可能出现了。你是说货在另一辆车上吗？这个家伙交给我。好，注意安全。好的，放心吧。
老大，他们的营地应该就在附近。你说我们去找找？交货地点应该就在那边，我们去那边看看。什么人？嘿嘿嘿，都是自己人。你好。怎么迟了呢？路上遇到了一些中国兵，花了些时间。没事吧？没大事，都解决了。没事没事。这货嘛，倒是没问题。把这两人给我拖走。是。日军接手，我们去包围他。
步兵营来塞利亚执行维和任务已经半年了，联赛总部把我借调到这所医院，也已经5个多月了。在这不短的时间里，我已经从很多方面熟悉了解了塞利亚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我工作的单程，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重复着痛苦的挣扎和生离死别。我身处其中，看着一切发生，提醒我拿好手术刀，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们治好这一个病人，然后下一个，再下一个。你们要对上旗帜，同意。先说清楚，你想干什么？啊？我们就是同意。该怎么治疗？不行，不对啊！听我说，我是这里的院长，我会请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来会诊。具体怎么处理，我们会全面考虑的，请你们一定不要激动。请你们冷静，如果不立刻进行截肢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出现危险的。如果你砍了他的腿，我就把你的腿也砍了。不可以，绝对不能砍，绝对不能砍，不能砍，不能砍！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我来看一下。不可以。他的腿不用截肢，我能保住他的腿。你是谁？我们凭什么相信你？血液检测做了吗？都做完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立刻推进手术室，准备手术。哎，停！不要干！不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现在要给他进行手术，保住他的腿。你行吗？他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他的方案就是我们医院的最终方案。你现在只能选择相信我，发生任何问题，我会负全部责任。走。营长同志，全营集合完毕，按照计划完成训练内容，请指示值班员宋建臣。往西。是。上。立正。上去。时间过得快啊！一转眼，我们来了半年了。这个时间段是心理上、身体上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时候，是一个疲劳期。所以我们每一位同志都给我打起120分的精神，千万别在自己身上出问题。当然了，这段时间肯定都开始想家了。想家怎么办？没办法，克服。拉比。手术很顺利，腿保住了。真的吗？这么快？我给他开了点药，你们一定要叮嘱他遵照医嘱按时吃药。考虑到他年龄比较大，20天之内最好要多卧床休息。不出意外的话，2个月他的腿就可以痊愈了。如果期间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好，谢谢你医生，谢谢你，谢谢医生，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哎呀，真的保住了，真的保住了，谢谢你，非常感谢，谢谢医生，感谢你，谢谢。再向右，行了，好的，谢谢，拜拜。祖南，哎，姐，你怎么过来了？我来开点药，哪儿不舒服呀？就是一些女生的小病小痛，不碍事。哦，来，跟你聊2句。那天阿姨给我打电话，问我你处没处对象的事儿，你这方面怎么想的呀？关于对象这件事儿呢，咱们这儿每天这么忙，我根本顾不上，也没精力去考虑这些。哎，我的意思是呢，如果有合适的，就处试试看。其实咱们认识这么久了，你也知道，我喜欢那种特别需要我保护的，然后让我关心他的那种男生，你懂的。这不还没遇上吗？遇上了我就告诉你。行，我先走了。
哎，怎么又坏了？回头得让他们修一修。小鹏，哎，珍姐，又来了。是啊，运输分队还没回来，所以今天还是我们来负责送水。哦，怎么了？你不舒服吗？没有，刚刚做了一台有点麻烦的手术，有点累了。姐，你一定多注意休息啊！你们这工作最累了，比我们辛苦多了。用不用我帮你啊？不用。姐，我先去忙了啊。站住！给我。喏。谢谢爸爸。哎，连长，他怎么叫你爸爸？这个孩子叫科比，父母双亡，不过人心都是肉长的，你真心对他好，他能感觉得出来。这小子还当自己是小李飞刀啊！我看见好几次了，整天拿着把刀跟着街上晃悠。战乱国家的孩子啊！哎，天琴，回头给负责执勤的兄弟们说一声，要是在街上再看到这种孩子拿着凶器，见一个没收一个。明白。注意方式方法啊！是。走。我终于明白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了。走吧。彭医生，打扰了。哎，你们怎么来了？不是跟你们交代过20天之内最好不要下地走动吗？我带酋长来向你表示感谢。您的腿感觉好点了吗？是的，今天好多了。那就好。这是我们部落至高无上的信物，我想把它送给你，保佑你平安。这个我不能收，它太贵重了。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我能看出您是善良的医生，这是我的心意，请您一定要收下，不然我不会走的。好，那我收下。谢谢您的礼物。中国人很善良、友好，谢谢您。谢谢您，医生，谢谢。再见。我不过多的占用大家休息时间，就讲2点。第一，咱们的运输分队由于天气原因，要晚4天才能回到营地。在这4天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在各个取水点运水的任务，还有营区的垃圾清扫任务，继续由2连负责。第2点，联赛团最高行政长官欧阳丹尼要到丹城西部的临时难民营地慰问难民。我重点强调一下，这个地方距离丹城有30多公里的路程，期间包含2处反政府武装营地，以及10余处大大小小的民间武装据点。最近丹城局势紧张，我希望明天一切顺利，但我们必须打起12分精神，随时准备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一旦遭遇突发事件，我要求你们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同时，要严格遵守维和部队作战规则，
明天啊，是我们到这里整整半年的日子，我不希望出现任何问题。连长布置具体巡逻任务，完毕。小谢，各连带回。哥哥，我饿。米娅，乖，再等等，马上就有吃的了啊！好。米娅真乖。好，来了来了来了，快快快走，快走！小宝，给孩子带的吃的是哪一包？放这边上了。我们去方便一下。喂。走，卸垃圾。好，好嘞。这样吧，等我回去召开紧急会议。什么？嘿，赶快离开这里！什么？我听不清楚。我说赶快离开这里！你说什么？离开这儿！危险！快上车！赶快下车，立刻联系中国步兵营。是的，女士。走走。进屋隐蔽。走。
人下车接受检查。走，下去看看。是。我们是联合国维和部队，奉命执行紧急任务，请你们立即放行。我不管你们是什么部队，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上级命令所有人都要接受检查。现在都给我下车！不行，我们联合国维和部队有外交豁免权，你们无权搜查我们。我不管你们是谁，我再重复一遍，所有人立刻下车！长官，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请您快做决定，我们保护您从这里冲出去。不，我们就在这里等中国部队来救援。鬼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来啊！女士，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我们只能等中国军队来，这是唯一的办法。我相信他们。嘿，你过来。都布置好了吗？都好了，现在就等他们进陷阱了。你和秃鹰，你们两个留在这里，负责这里的引爆，其他人5分钟后开始撤离。是。头儿，我们不干掉欧阳丹尼吗？哼，杀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把局势搞乱，全搞乱。如果杀了欧阳丹尼，局势岂不是更乱？我再说最后一次，放下武器，否则后果自负。你们必须清楚，我们中国军人不会向任何人举手投降。现在我要求你们立即放行，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出什么事儿了？这批中国人想通过。你个蠢蛋，放下武器，让他们过去！我说了，让他们过去！让他们过去！是，长官。中国军队来了！别后呀，女士，我们是中国维和部队，前来保证你的安全，请跟着我们撤离。快离身了。你瞎搞什么？我们被发现了！小鹏队友，11点钟方向。走！大家注意，准备上弹！
让女士先走。二班帮助前锋上线路障，剩下的人跟我来。是。快！快上门！走。Hey, nisikilize. Mara tu wale Wachina wakiingia, chukua hii bastola na uwapige risasi au utamuua dada yako. Unaelewa? Unaelewa? Chukua! Nenda! Shika, kamate! Mnyamazishe! Usisogee! 别动！放下枪！站住！怎么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小鹏，他手里有枪！沙哥，记得我吗？是我。别害怕，把枪放下。啊！ 我们是来抓坏人的。Usisogee！相信我，我们真的是来抓坏人的，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来，把枪放下，把枪给我。Usisogee！相信我，听话，听话。 把枪给我！把枪给我！Kimetokea nini? Mshenzi.这是怎么了？小鹏中弹了，快送医院！还有一个小孩，就是他开的枪，不管了，先救人！快！小鹏，坚持住啊，坚持住，马上就到了。小鹏，老贵，快开车！ 小鹏，一定要挺住啊！小鹏，小鹏，挺住！小鹏，开快点！我知道。
你别睡，你坚持住啊！小鹏。推走开！已经来不及了。那孩子在哪儿？我要去找他！你要干嘛？小鹏出事了，我们都很难过，但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军人。你怎么样啊？没事吧？啊？伤着哪儿没有？急死我了，急死我了！打电话也不接，你说出了这么大事儿，我到联赛团去找你也找不着人，真急死我了。你们干什么吃的啊？我跟你们说了那么多遍，你们干什么吃的？老公，都是一帮酒囊饭袋。怎么保护的你们领导啊？我媳妇蛋疼有什么好歹？你等着，我绝对饶不了你们一个！你发什么疯啊 ？I'm sorry。你说的是人话吗？我怎么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之前告诉他们上点心，上点心，他们怎么上心的？稀里糊涂就那么2个人，能保护得了你吗？如果他们上心了，能出现这么大的危险？你闭嘴！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要保护我，中国步兵的一个战士为了救我牺牲了。他才20岁，你的良心呢？你冲保镖发什么疯？我良心呢？我良心就在这儿呢，我这良心里面全都是你。我为什么冲他们发疯？我告诉你，那个孩子因为你牺牲了，他才20岁，我也心疼。但是他们针对的是谁啊？针对的是你，是你们联赛团。你们在这儿，各方势力都认为你们是他们的绊脚石，早晚有一天他们要把你们清除，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第1次，还有第2次、第3次，多危险啊！我这心里面能放得下吗？我对你太失望了。童医生，刚才和小鹏一起送来的那个孩子，现在必须马上手术。张院长，这手术能不能让别的医生来做啊？为什么？我现在的心情不太适合做手术。小童，我真的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里面躺着的那个孩子，再怎么说也是杀害小鹏的凶手。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也是怕调整不好我自己的情绪，我怕到时候手术过程中我情绪失控，引发更大的悲剧。小童，你现在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别说你，我也一样。可我们没有办法，谁让我们穿着这身军装？你是这里最好的医生，除了你，我找不到更合适的人。小童，你不仅是医生，你更是军人，这是我们的职责。就算这孩子该死，他也不应该死在我们手里，你明白吗？时间紧迫，尽快调整好自己。童医生，你的手机响了好几次了，我怕家里有事儿。哦，谢谢啊。喂，卓阳。哎，小郑，你方便吗？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婚礼的事儿。你还有半年就回来了，很多事儿都要提前定一下。啊？卓阳，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情跟你说这些。小郑，我们刚刚有一个战友牺牲了，我现在还要帮开枪打死他的人做手术。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我的感受，但是我不怪你，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只是我们两个真的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我不想再耽误你了，我们分手吧。我跟小鹏说，等他回来吃面。小鹏最爱吃我做的面。今天是他20岁的生日，我什么都没干，就守着这一锅长寿面。守了1天，可谁知道他回不来了，再也回不来了。咱们大家伙替他把面吃了。不对，你开快点，开快点！我知道，老别快点，老别你再快点！知道。小鹏，你坚持住啊，小鹏，别睡，小鹏，你别睡，小鹏。
小鹏志勇，11点钟方向。这是怎么了？小鹏中弹了，快送医院！小鹏，哥替你吃。来到塞利亚的第150天，小鹏牺牲了。今天是他20岁的生日，他被一个8岁的孩子开枪误杀。那是他原本想要保护的孩子。我眼睁睁地看着白布盖上了小鹏年轻的脸，那是我亲爱的战友。可是下1分钟，我就要作为一名医生去取出这孩子身体里的弹头。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仿佛是杀害小鹏的帮凶。滴血的不是那孩子的伤口，是我自己的血。我坐在桌前，看着之前那满满一本的被我叫做《塞利亚维和日记》的文字，我义无反顾地撕掉了。让我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有多么残忍、多么无助、多么的危险。从今天起，这本日记改名叫《塞利亚死亡日记》。我也不跟你绕弯子，有关于欧阳丹妮安保的问题，恐怕我们是真帮不上什么忙。因为你看吧，欧阳丹妮是联合国的人，不隶属于我们中国维和步兵啊。所以说，他的一切工作、一切事宜，包括安保在内，都是由联合国来派遣的。我作为中国维和步兵营的营长，不能私自的调兵去负责他的个人安全，这不符合规矩，也不符合纪律。但是有一点，我希望你能够放心，欧阳丹妮作为整个联赛团的最高行政长官，那么他的安保工作一定是整个塞利亚最高级的。你想想啊，如果连他都保护不了，那我们还能保护谁啊？小鹏是我最好的兄弟，最好的兵。小鹏是我们最好的战士。昨天得到这个消息，我也是一晚上没睡。政委，我有个请求。说。我想替小鹏继续执行维和任务。我原则上同意你的建议，不过这不是咱们自己能说了算的，程序上还是要得到上级的批准。我知道，我希望组织上能够理解，对我的请求特事特办，越快越好。我希望能跟小鹏再见上最后一面。
好消息。政委，在等信儿的这段时间里，我想去看看小鹏的妈妈。应该。这样，你代表我和旅长，代表咱们旅去看看。是。快点，重心放低，重心放低，重心压低，重心压低。嘻嘻哈哈，新兵面前没个老兵的样子。新训练，陈小鹏，干什么？报告，说，请问这位是不是聂风聂参谋？你认识我？报告。陆军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1年排长，3年连长，2年营部作战参谋，1次集团军特种兵比武第1名，1次军区特种兵比武第1名，2次全军特种兵比武第2名。你就是咱们旅的传奇，有谁不知道？你应该去侦察连。报告，我不去侦察连。我关注你很久了。你关注我很久了，你想干嘛呀？挑战。如果你不答应的话，我就一直缠着你。哎，你个新兵蛋子有点意思啊！哎，老兵，参军前干嘛的？参军前，我是跆拳道黑带3段。黑带3段。好，准备一下吧。是。
黑带3段，挨一脚就哭了。不是，这是我爸生前留给我的最后一双鞋。来了。聂风来了。阿姨，请进。你先坐，阿姨给你倒杯水。哦。聂风，坐吧。来，喝水。阿姨，对不起，我没能照顾好小鹏。小鹏小的时候啊，我就问他：“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他说：“我想当一个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超级英雄。”才20岁，他就做到了。
我已经向组织提出申请，去非洲替小鹏继续执行维和任务。你答应阿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您放心，半年后我一回国，一定来看你。也告诉你的战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好好的，家人都在等着你们回来。阿姨，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整个维和部队的战士也都是您的儿子。宣誓开始！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严守纪律，英勇顽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誓死保卫祖国。宣誓人是聂风。是这样，我跟大家通报一下啊，联赛团已经同意了我们上报的建议。说说你的想法。我是这么想的，让聂风牵头，组建一支真正的快速反应分队，专人专事，专门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你们看啊，现在国内军改最大的一个举措就是组建合成营，营设司令部。哎。就像咱们现在的维和步兵一样，我就在想啊，既然能从团精简到营，咱们为什么不能从营精简到连排甚至是班组呢？要组建这么一支特殊的队伍，所有的人员要务必做到精干。所以我先想到的就是聂风，让聂风来担任这个特战队的队长。大高，我觉得你的想法我非常赞同，部队遵守传统，但是我觉得这个队长啊，还是让建臣来。为什么？聂风我了解他，他是匹好马，但是他更是一匹烈马。烈马不好管，目前这种特殊的队伍，咱们再想想好吗？老胡啊，不破不立呀！不是，我
我说你俩也别光坐着了，说说想法。报告，坐下，坐下说。营长，教导员，现在塞利亚的局势不断恶化，我觉得不能再用常规的想法来看待问题了。况且这一次，的确是我们没有准备充分。我、老宋，还有聂风，我们3个人是老搭档了，彼此的行事作风都很了解。我同意聂风当队长。教导员，请您相信他。营长，教导员，我同意老编的说法。我、聂风、老编，我们以前就是这样配合的，我们3个人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聂风来当这个队长，我也同意。好，看来咱们是想到一块儿去了，那就这么办。聂风来了，我们俩负责跟他谈，让他担任队长这个事情。建成，那么就由你给他做指导员。聂风的那个臭脾气啊，就你能治得住他。好，特战队的人选也由你们俩负责。要是小鹏活着，特战队一定有他的位置。老编。有战斗就有牺牲，小鹏的事情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但哪怕这一次不是小鹏，也可能是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我们组建这支特战队，就是为了避免小鹏事件再次发生。好了，就这么定了，咱们说干就干。这样，我马上把咱们的想法向国内汇报。老胡，你准备一下这次事件的战情分析吧。好，我现在去，烟幕抽我拿走了啊。边想建成，现在最重要的是充分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小鹏牺牲这件事情对他们的打击很大，但是有一点记住了，要让大家伙尽快的从这个事件当中走出来，士气千万不能丢啊！是。啊，还有一件事儿，建成，聂风今天到，你去接他一下，他心情不好。到时候再犯什么驴脾气，也就你能治得住。好，没问题。行了，去做吧。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尽量用左腿走人，真是太感谢了。童医生，出去说。童医生，我们还要收留他多久？等他康复以后吧。我有个请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我们是医生，我们要把感情和理智分清楚。可我就是接受不了，小鹏才20岁啊，我们所有人都喜欢他，说没就没了。我们不能替他报仇，还要照顾杀害他的凶手，我接受不了。从情感上来讲，我也接受不了。我总觉得明天还能再看到小鹏，但是田梦，你要记住，我们要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好，我听你的。去忙吧。我觉得我们要对此次事件做一个总结。不到半年的时间，
我们这几百号子人就倒下去一个，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力避免这种事情第二次的发生。我再强调一遍，人身安全啊，同志们，人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再遇到此次情况，首先要保住的是人。我说3点：忍痛、反思、再战。小鹏同志牺牲了，是，我们大家都很悲伤、难过。但是，我们不能长时间地沉溺在这种悲伤里。我们是军人，是军人，就有可能流血，甚至是牺牲。第二点，我们这支军队虽然多年没经历过实战，但是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战场，残酷的战场。从实战出发，这不是一句和平时期喊喊就算了的口号，我们必须牢记这一次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把剩下这半年，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当作实战。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小鹏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第三，这次针对欧阳丹妮的恐怖袭击，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还没有任何组织、个人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塞利亚现在武装派别混乱，有的时候我们挨打了，我们居然不知道谁打的我们。我们不能一味的挨打，我们不能以我们战士的生命做赌注。同时，营党委决定建立一支处理突发事件的拳头部队，暂定为特战分队。营长已向国内汇报，一经上级批准，立刻着手组建。聂风任首任队长。塞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军打了很多年了，到处都是这样，你看看吧。啊，对了，小鹏家里怎么样了？阿姨怎么说的？他中了几枪？5枪，致命枪在颈部。开枪的人什么背景？开枪的是个孩子，按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没什么危险，就是一个难民少年。我们抓到他之后，他一直都很抗拒，一言不发。塞利亚这个地方，我在资料上看就已经够惨了，但是来到这里，我发现比资料里更惨。老聂，我必须要提醒你，从你下飞机这一刻起，一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在这里最恐怖的不是敌人手里的枪和火箭筒，而是你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哪。你在大街上走着，可能随时一个陌生人就能置你于死地。我来了，所有的恐怖分子的噩梦就开始了。聂风，你听着，维和部队从来没有包括打击恐怖分子的职责，这原则你必须牢牢记住。